高雄的警方伫去年有抓到一个洗钱的集团，抓到3个主嫌，因用正悬的薪水去招其他人来斗洗钱，若过手的非法金额是有90亿。警方是甲主嫌也有20个共犯，即马总抓起来，进前一审宣判，这20个共犯，共判半年到1年2个月不等的刑期，即马互批评判上轻。原警柳安全柳为老尾顶随落来，甲主嫌在内23个人逮捕。这是去年高雄警方查到的洗钱集团，因用跋筊网站洗钱，短1年经手金额有90亿，其中参加共犯有20人，拢是主嫌以每人每个月5万至8万请来。法院审理了后，一审分别是判因半年至1年2个月不等的刑期，全部拢会使完刑，引起讨论。你甲想哄骗的迄人，也去跳楼自杀的。后家婆临亡的，妻离子散的，迄款的，那侪人发生这代志安尼，结果你也调了，你判罪判得轻，安尼我慢慢做诈骗集团的好啊，大家嘛听我去做啊。他们可能是弱势，可能没有钱，然后因为钱的关系去做了这件事情，可事实上它却是有可能造成更多弱势的产生。民众普遍认为刑期上轻，高雄地院法院回应申请法官是因为共犯是互人请的，对犯罪计划无决定权，嘛考虑到因的经济状况，才会做这个判决。专案还可以当上诉。坦认有洗钱的犯行，予以减轻其刑。他们都是依照主谋指示去执行机房内的各项工作，对于本件犯罪的支配力较该3人为低，多数非属于集团的核心人物。因此，法院也只能依法给予科刑判决。若要解决我国司法上目前此类犯罪之乱象呢，应该全面由立法机关通盘讨论解决修法。有律师认为，修法只会当改善这种情况，嘛会当予法官有更加侪裁量空间。若是3个主嫌是因为案件还搁伫审理，也未宣判。记者综合报道。